带咱乡亲来食牛排，是讲这个牛排含盐水，唔知你敢会介意？高雄三民区有一间牛排店，伫牛排呢摕起来时呢，甲切开的时阵，含真济盐水个母拉鱼。人客讲，这款的食法真新鲜，加上一份较免2.5，有人客专工为台北落南去高雄食这味。另外，伫盐埕区嘛有牛排业者，伊嘛发挥伊的创意，将鸡血啊揽入内底，刚好有真济人介意。 油花正平均，乌到红色做牛排，伫咧煎台顶是煎甲脆脆叫，气味介赞。煎好拄好食，放伫铁盘顶，搁撒大把盐水。无同款的食法，小民众感觉有够新鲜。很新颖啊，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在关东煮上才能看到它，配上牛排真的是会令人吓一跳。我想离它远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敢吃香菜。唔敢食盐水无要紧，因为有皮蛋油葱会当选择，甚至有分量澎湃不拉鱼，和牛排。 正做海料料理，而且介绍东坡狗250块钱。还蛮特别的哦，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因为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这种东西。菜分量就蛮多的，还蛮多的，对，香菜还蛮多的，还不错吃啊。这间伫咧高雄三民区的平价牛排业者讲，会有一个创意的食法，就是因为想要斗在地特色。无记过这个口味，互真侪人是食甲条，嘛正做点鸡时件菜色。从台中来的，也有从外地来旅游的来的，也有从台北坐车来的，其实是蛮特别的，也让我觉得说很微妙啦，也是有赚啦，赚少而已，但是看到客人。 吃得很开心，那种感觉是比赚钱来的还有价值。另外，盐埕有一间牛排业者，除了盐水这一批，有大尾鲈鱼含钙营养的鸡血品项，那正做放落话题，让客别人兴趣吃。毛铁板式牛排，加出无同款的新鲜食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